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金光市场节目。那现在节目时间里，请来继续收听徐云之、王英上当台唱的长篇台词3线，请听第30位。和他是等于8岁已经出来了，一家400妻子上游，但这一年也过了里走来，他们只在批在一年一年的浪下来。当八户登了相府里下一家美上游，光阴迅速，在今朝已经12个年不，把抽象的有上有分帮里。一么兰，这2日以前落雪，还有忽悠里向的毕竟是好的不得了，腊梅花开飞，吃到2个国队呢，替腊马不得希望里向博士，今朝什么大不落的，弟兄2高头有兴趣，在忽悠里下来2梅花，写的门着老娘高。你要忽悠里下个落梅丁啊，要上梅花，为要吃最时。今朝没啥事体嘛，你2梅花。你呢，2个梅花是熬得了大小少的干一桶困。的我们2梅花嘛，真正一次梅花一眼眼。弟兄2高头要拿到希望里向去，一个嘛要去供了和平里向。都让外分想出来了，啦，叶兄啊，你不爱去爱去就喝梅花啊？你那爱什么爱？他懂。哪个？与民党的道叫道国杀，讲叫讲道。你也不说爱什么爱弟弟我们小么来的巧叫小巧玲珑。玲珑呀！那你在希望去啊？弟兄2高头到希望里向规矩的了，要飞机家人动儿呀。有啊！道说2位公子在。有见。你要梅花哟。门子老三娃花园里向落梅丁吃最时。先生，这一个梅花呢，插了花瓶里这么甜。你插了花瓶里门熬，我插了都人不私语里呀。家乡花发在刀子呀，一支香哦。你对我也希望真的。叶兄啊，2夫的希望天津像细雨的。你可地浪像个小脚印子啊，不了打棉花袋子一个。叶兄你看呢？今年的夏比起往年的夏也得棒。今年后天浪落来个雪比子去年来的细。叶兄你还得烧个大衣。侬晓得的喂。天要一拿只麻鸡千禧鸡的肉味的。大要天了要再拿帮烧子一烧了，俺们死了。叶冲啊，这必须喝一喝的。等你这些人咯。哪行别发呀？侬讲你，你要从侬身上向的衣裳里脱脱。脱之嘛，你到天津上黑我丢下去。丢下去背起么那么一个新人的印记。阿姨。不来，至少不来。我上些跟你当。你上些我当的。去年也是叫我第3年。我听呢，我衣裳嘛，他们懂得切细胞早知心里想把那他拐下去嘛，不晓得有块地锅上头来。个脑袋早真上头了磕头发鼻子3年了，比这个学年对呀。我有压力嘛来。怎么行啊？但你担心为什么？阿姨，担心为什么我来拿10周年？我们也都司机。没好。他说，我们年纪不行，那么要他等你。不在乎。你我，你呀自家不懂谁的，就说隔壁老兄懂谁。头上不过浪了去，拿着分起来，拿后人的什么天性里想奔过来，兄弟们也没谁对的那高，
在家门里面下呆子不是两栋百户不像么也不像个龙么在会得龙的呀。哦，那个走狮子好了。这走狮子啊！这把枪，这把枪，这把枪，俺你累鸟一拍哟，也从俺你父呢，这些个鸟个鸡蛋似的。两个这样子狮子熬来走年。哎呀，多那个身体嘛走得累得个头，睡了觉嘛走得一点点。那个头嘛走得一眼眼，哎呀，把我那个小头猪，怕他那个口喽。当然一口嘛做对作业，不像嘛也不像个龙嘛不为龙，不是黑为啊，我来做分多口啊，也还不像。当八户是些牛脾气呀，出名叫当儿子。两位公子。想在那道里的对小人来装手，你为个做的？下叶总啊，根本俩下东西不够下那些称为叫想在，那么到到对嘛去拿个人的心嘛奔到希望里来，当然去督正下一块碑，另外嘛去削下一把桌刀，再拿一方家常。拿个什么一笔一笔对得没高，拿家常嘛跌得没急，拿把做刀去收出来，收一阵饭，一阵米了不？这米嘛就挖出两根鸡嘛，做米嘛，哎还嘛那还嘛他一他，主人让他的红人子个这米了不？鲜兮兮啊，老着西米都是个，到底看见不开心啊！哈哈。哦哟，创这个人的，大地里走的很。来，这走的啥门？走个老虎。有福，也从有福也找的吧。然后不好找，也到了蒙古路里去找。在蒙古路一家有福。老虎不吃荤，对我毕竟没人吃。哎呀，不要早是不灵的哇。不呀，那么这个，他那吃有福味哪有？吃味啊！吃老虎味不要导致急了塞了。别的的，我觉得清淡鸡还有。清淡子嘛，我要看老高了。我看有这么便当下过，这么吉祥看看还有。你是一年到底治理了让烤肉狗烤不破，我个子。发来的，也从便当啥的哟，那得你讲呢。那我们现在看先高想高你高兴得多。那么你们接着看一起用还有。你晓得棒。得来个。那你试试不？来。老姐啊。你高上。那位个吃饱吃低吃低吃大吃大吃东吃东应用呀，到趴地跑地那无用。棒！你自己不要看游泳噻。现在看一集还有。一集啊。首先吃饱吃低吃东吃大应用呀，到趴地。棒！赢的。来呀！这个小爸爸去拿绳落一落下，我门手嘛那绳一抽下，摆起来。一双双人讲弟弟啊！好，对，我喂，这一边来想，我讲弟弟。来了吧？来了。来呀！你哪输的？你拿了。弄弟弟你也不注意的哟。我不是白心白。我3.20了。这个没得钱。没好。有啊。哎呀，搞你吃饭你还去跟饭呢？当包子想买好。多么吃味，我们跟味波毛吹香出来，口味么我打吹香香味，都是个味蕾。深海呀，弟兄两高的带子一身血龙虎，吃屎吧，对球子来说吃味是吧？
吃地吃地吃蛋吃蛋吃东吃东，你用呀哒哒哒，他们口中不如恰楼高。这个多少天的出位没出到屋里有的，出的是想要私有的得嘞。我来了，今朝提家了私有里向么规则个被动儿，拿个种本地的美妆，拿到私有里向来让我看，给好个么门子才包得落梅病去。提家了让看个美妆么，你到屋里听见有声音。哎，吃吧吃地吃地吃蛋吃蛋吃东吃东，应用呀哒哒哒。我来了一听好，咦，少南国子里让开龙沟的，来啊，回到外地去不开红人口中吹道啊！等会儿打出来。哦哟，豆芽你呀！哎，豆芽你啊，这啥呀？哎，这呀吃油腐呗。我吃老虎哎，吃油腐哎，吃油腐。老虎哎。啊，外宾来，外宾想要两位是要让吃老虎哎。老一听，哦，老结婚，府里向出位的弄的了，叫他们离别来见我，不是？谁呀？哎呀，你讲，阿姨也口味长，口味一袋一袋。想要让私有里发出来口味，见到里向去。真的？嘿嘿，是呀。叶中啊，你也洗泡的，哎，你哪对得一袋一个呢？哎，你洗机要来光我雨机，我哪么也洗着？那么定我来？我呀。啊，我真是老好定我来，刚才我看一看。两栋八后大金丝又是看见了，娘搞是龙沟看得不像，儿子当着头子气的呀。我来了，这个两栋八户哪个强的？赶快去几个兄弟来。掉呀长的，你只要有的，你只要有的，就掉长的，大上。我哪把你啥子？他掉了，上来你就掉。我在身旁用功在此。做什么？这个哎，你既要吃油腐呗？吃老虎哎！好。叫这个油腐哎，这个油腐是先做的哟，哎，不是你鸡做的，是油做的哟。哦，哎，倒说这位哦，我掉你哎呀苦了，做的没好不样的哟，又掉的那种强的哈。离到大队们这个晓得要么呼吸5个，开了50那么不会吃3个，我来了嘛的确呼吸动儿，是我做干我要看看了，因为这个动儿时代就是好，为做文章，平时话没好，一定做出来个么子也好。大道里边带我过开，这要唱清楚啊！那不老三个规则是起劲，弟兄俩高头出来拿门手拿他神拿一拿他，插子个真是如何插进来？当然了，让外头了厉害了，不够进来。
弟兄俩高头拿水路河出进来地浪向一放啊！叫你看那阿玲啊！叫那个阿玲他没浪笑哟。哎呀！这个冬儿样样做得很啊！当时个冬儿嘛，来到书房里，我要问儿子了。我在哪里？这叫有跟呗。我跟到了外门外北坡里。说对了，我是跟位啊！离世而来。很是。当年像个两个头名多的么弄不成去的，那是看上去进去也吃上我的哇，大在里向，两一身上这身开头的。罢了。李相爷，我在书房与两位公子将军分在，为什么将西送入海？下次可给。下次非为不给了。谁见我将入海为敌，发力人事也是。用了。见我做事的，也做事不是少大不了这个事体了。这是人谁？四句诗啊，这是真从米出娘，这里又不是娘从米里养出来。昨日天浪向讲下来，为了太阳也说嘛，花水是天台的天台垃圾，做得没好。回到书房中，两位公子将军分在。很是。一口恶气的，刚才两个大队拿西路河拿出去。弟兄俩高头今朝分不要马上两三个亲骨头，那么再拿西路河拿出来，什么落一落下门手抽了还为要去出位了，要出的哪不出呢？出这个西路河嘛不像这个都要得知道嘞，弄得一塌糊涂，我吃里个那个么子回了背笼里，那么里头我也不让回去对球子了，不想去。也当山东人口个总不是书房里个归到书房里去，一别个，介绍房厅上像个老太太，今朝身子也没好，什么不落在花园里像是腊梅花了，他们才是开飞了。一看到房厅上像个当中上台了，有一张花瓶，这张花瓶是四金瓶。本地子嘛养金金的了，天狼嘛金鱼在欧海在山坡冰呀冰挖特，现在不啥么子罢了，还是差点腊梅花来不来得好子，所以今朝太太与现炒个秋香，在花园里想起梅花，那么是个里想不对，老太太嘛最欢喜秋香。不当你屋头口袋，当你南口袋，还是实干个天狼嘛？为了炒里去梅花，不，因为你要炒别个屋头，他不同意，叫你多去梅花，嘛子不是打摇绕着刚一头快拿得来，个字不好，鬼字不灵，这他花，炒秋香梅花，绝技不会这他花。叫得不一张花瓶把你看看好了，那么下次梅花。这张花瓶那个离起一次梅花去，他了还要推出几花，他根本也不好看，他底也不好看。
真好。这是里讽刺一张花瓶啊，一个美人似的榻榻门里撒起来的声音，嘿一声听太太走娘，各种诗辈和声音也是好。一句徽州人背的，这是黑呀黑的了，放飞的这是黑皮狗，实在也好不够的嘞。这样来他们唱秋香在花园里响起二美火，今这崔姑娘奉旨他之命啊，在花园里响了二美火，因为天门啊，那么秋香烧个当杯呢，头郎香这军他。身浪向这一句月把嘴说四面个二，我是这一句有十嘴说四国是一头快滚，一句把枪嘛个会吃木干，这个可以上来说出来你弄不懂。少介绍把枪嘛个会吃木干，会吃木干么大高兴，少介绍把枪嘛，介绍套呼吸吹响。位置里年纪轻，后期到，这代随风师傅走一回吃个木杆吊起来嘛，要拿个枪嘛一根一根人家去拔开的，叫把枪嘛个回吃木杆。是你让结婚，找回吃嘛手可找点枪嘛，闻不知枪嘛为好了。实实在在嘛那哈你。这个一回吃么了，他早上下来个回吃个狗子，天门拍个子，上不抽象那去改了抓吧。那么但是我们这里说出来，抓一回吃个狗，叫啥难听讲？那么好听的么叫把香么个回吃么干子了？夜里想说俺是个二斤，所以的。去姑娘从我的西气我的呀，所谓的准啊，我是为他一双毛真火个鞋布啊，这个布啊，打上这个鞋布袜，那么你个脚鞋从鞋布啊哪里打来呢？我来了，地给不是是乡下人种植地嘛，于是把到乡府里向来为种米在拍磨皮嘛。但是这种草扎个平话来鞋布啊，送包的都扎不香，那么你也弄一双，我也弄一双，原来都两双鞋布啊嘛，随便上你扎不着，一比他些，一双心里让你娘娘拿得起，扎不香，一双嘛吹响一扎真好，所以你们拿大红水也是必定之道，扎了哈子我是的，今朝嘛都叫好吃。那了，大家是谁不为的花不花的了？咱了崔姑娘奉旨他之命吃王品，忙从花园里来，直到中游门跟随花高浪的水，游动已经老着，舍得是两旁飞机，西北风实在都不够，但是吃了浪真更要空了面孔浪，哇！罗妹，嘿谁？真真彩说送花去，喝一声。
该搭的侪是点松鱼，每日3条鱼，但是500几口。最想500斤两口，因为天实在冷不够。3点2点是梅花么最棒，所以忙着梅花丛中，最高气。最大给你一看，哎呦，此地谁是这个梅花？虽然梅雨多得不得了，梅花开得交关美人，花多啊，水多，别个500一枝哈哈这个花。因为老太太的脾气蛮疙瘩的，你今朝他我出来采梅花了，一定要一枝哈个梅花，也使得太太心想开心。所以吹响四面那里细细淡淡看，不离一口梅。这个东面啊，兰宁峰的旁边有一棵梅树，这棵梅树上头有一枝梅花，还有长得太人欢喜的。所以吹响，追到兰宁峰旁边，一看嘛，哎呀，这棵梅树啊，让5个边边浪向，这枝梅花来得个干，随着它挨起来了，挨不上去。吹响今朝再动一动。也太太开心啊，就没办法想。我身浪向个的群，忙跟牛筋的想说一说来，让高山上浪向抓来嘛，高山浪向妹妹家爬上来，爬到兰宁峰的顶浪向。但是要想挨个吃梅花神就挨不上。吹响膝盖一个跌跤，忙跟树子里向打一打来，另外一个跌跤呢，高山上浪低一低去。这个2只水登上来2个枝梅花的辰光，哎呦，旁边不人啊！他说旁边有一个人看见是危险的嘞，吹响自家会分割上来。我没失去过。书房里呀，心想，那到底嘛不记得会得到书房里来。我一我想着的，门这红色的花园里落梅瓶上梅花了吃酒时，今朝让我先到花园里向去上梅花，我酒时嘛不吃了，我先去那个花上它里。让你们这上一个柴火，我上柴工。对，我是当阴的花园里向是真的不得了，非得罪中油们的，可以拆开一个瓦油的，离过来拿一把上顶的做四杀去，到希望天津里向把里那个水哗哗射一射了2旁边。过来呢，有一道花墙，枝花墙，墙头浪向这里不有道的这个跃动门，把里那跃动门推开，进跃动门啊，是一个高山洞，走进高山洞，我收起他一手吹一手的铁门，把里开一开，拿把杀猪线说一说出去，那个线说一说开了。离走出高山洞，拿把杀猪狗比一个就铁门打上，随是中油上是一个瓦油，花高浪的水已经射了2旁边，西北风呜
哇，吃上来哟，好一人，人呐！实在当八虎时还那么真不知足，李登了相府里这个石洞子才出个过来呀。别个东儿正好接力不得，我来呼吸里，你是东儿当中一只洞顶，得了了嘿。这当被他别个东儿两样了，别个东儿上天那么学生才是米个，你别个哇，对浪向打落了龙毛，飞出八郎皮，身处780身，比着身。有理想天师被大家浪向下摸的胸，你看个张上去我下去，啥个人死命比对啊，别个东儿觉得得力呀。你样样在称心嘛，可惜到吹响美人国嘛不称心，今朝还上那么真不知足。别个你那火高浪向2只水，2只个龙骨了，让多发上色上梅花嘛，加上有点眼里汪汪。这个啥个意思呢？第二次那个心经在一张啥个心经呢？想着是以前自家个花烛家些，已经过世的了。刘彩琼想想也要夸，几和你手真正死啊！我个辰光打刘彩琼嘛，也是丧失了上人工个家之部啊，因为以前当年啊。宋子个家女之余，立体个做子噻，定之际定也好个办。做子噻不是他家之母，做子噻他为娘娘家，介绍你还不是把人家做媒人，你背一个大字，加上忽悠忽绕一个家之母。那么个当八虎年，因为不家之母那个辰光。那么原来嘛，做子噻是哎呀，我来当的想办法，几日子他们也是两高头了，都吃子的嘴嘛，一个醉心涌涌，那嘴店里吃嘴嘛，是吃个人也是落色。那么当八虎呢，本弟子啊，不是说了大虎啊，大虎个啥子并不是理个了，你本弟子是了，守在长门西高廊下。我的家有得接，那么你做子噻嘛，来让吃嘴嘛，看见啊，天狼啊，可是干花子昨日身上像单薄个衣裳让太肥，那么子噻的当然是我当年总是没小而已，这种穷人几好苦呢啊！你当年试试看，到底背干花子哪个苦？介绍两个的背干花子背不下。做子噻叫拉到屋子扎包眼里背一个男干花子，当八虎面孔标志背个女干花子，公子也低高起太动地了。那么有种地高是认得里头哎，花女来要吃对个嘴了，哈皮大瓜啊，干花子也走个哈。那么你到两高头嘛，一男一女辈子嘛，加上忙准大花屋来嘛，大花屋个啥子就是刘彩琼多。刘彩琼个老娘家呢，叫刘琼，你也是个他岁了，做知府的，刘他岁做收税知府。那么你们收生一女啊，叫刘彩琼，最欢喜个独养男。那么姚南两高头那花园里亭子里向也是上写了上梅花，与同的小姨啊，分晓得了杀伤地里上写么个刘太岁啊，有人来清理出去有事体了，你手指脚趾出去嘛，插进路追个后花园门出去，一出去嘛，叫啥个后花园个门啊，有动分归。那么就说做子噻天当包看见刘家个花园门开了么，两高的窗道里的花园里，开了个每日廊下人事作福啊，对师生朗朗。刘彩琼那亭子里向是讲登个衙走来，听见师生朗朗的声音嘛，就跪在身边阿头，是那天我外出去看看啥人来让你花园里人事对呢？
我对出来一看嘛，一下要2个干伙子呀，一个男干伙子扎把眼，拉大个胡子啊，一个女干伙子在那边子。进来各种绿彩中写条是这个让这个都2个干伙子啦，走势对对，一个女干伙子标志的嘞，一个男干伙子破的嘞。那么绿彩中说你当我那个女干伙子当我海进来，这个男干伙子外里进来，那我的是那么我当把海进来的了。海到亭子里向嘛，当然也看么绿彩中标志是花是药，把这个绿彩就是不晓得你当不好。一看个女干伙子说是讲标志嘛，就门里在生多干伙子嘛，那肚皮里向有谁人为的走失了对对，是喜事大的来个。当然为的是饭，也是从小你用功勤多，因为你遇知谁人。不人这人家设定无人莫走过，你是叫穷，这种事把到他给不啥意思的根本是我来吃上里你当队伍里，那么家里对做事嘛，当然做出来嘛，绿彩中开心这个女干或者个谁人说是讲好个呢？袋子上想不说古典性我上不里吃吧。绿彩中身边拿出来一块水泡子，水个了，这个一块水泡子嘛，这个就对了。那么你再呼吸，自家为水名字来让了，水拿个古典性去猜了海，再80两银子了海，摆一摆还是我300年。那么当然我这么小点嘛出来的了，出来嘛专门是扎帮的嘛，别啥给了个每日郎。那么当然过来嘛，胡子开口了。小当你进去呢？当然是看这个绿彩中标志的嘞。标志的嘞。那么你呼吸呢？当帮人呼吸的呀？呼吸嘛，对手指那个高指路不好噻。可不是那个大师傅高指路呢？是300兄，是我们来。去脖子里上面是古典性你拿出来当瓜吃它里你也不客气呀2家里当瓜吃它里银子对好至少是那块水泡子把我当然是干不的我子拿这块水泡子2家里出来了至少是我总归帮那个忙为你人工技巧2家里让出来嘛刚巧也出有花有门绿塔水手指甲子走来的呀那么你那家子里忙出来一口香山，你忽悠里2个干伙子一男一女油门分归稀得一个要一个当保护一个做主持人这个也是这干伙子也对不客气。那么当然是主持不出去的，绿塔水进来出家到亭子里打5些叫在上梅花嘛，加上绿彩中太客气。那么要是门里的来上来那太气。这现在个谁人不稀奇，是呢？说你的干货在于谁人的调说女儿呢哪晓得个呢？说那这个让是讲对你忽悠里2个干货子一男一女，个女干货子在面孔嘛面标志我海里进来这个让是讲走我们真好。那么我们真上帝古典性不理吃了拿块水泡子们300里为10两银子。这衙门弄的安不理，是我不理的。要是还弄那不子里么弄浆子，是2个干伙子，一个男干伙子做主，3个女干伙子当把后背了，啷样做主一定要多入呀，后槽里要说一口雷击过来。那么绿彩中接得不人工你预备要停息了，这衙也这个了，我是好了，去弄那边停息了这个不为忘那个名誉那么高代容忍是呢手边出皮的当起那个干伙子在里为主嘞，女干伙子别里来，那个男干伙子在里为主嘞。那个容忍再出来是啦，再到路浪向吃那个做主赛就让养名字呀，你是吹之后自个那块酒地上会呀。大家听听跟到绿彩中小叫的当保护有何子神主的一块你完了看
那么个佣人追上来嘛，海个做主赛为主嘞，拿做主赛海主来嘛，刘太岁打里帮队，打主赛商量，是当然呢，就经安排清了，是分个了哇，可是可以是请来做个媒人，我能嘛开不里，主赛是好的。别个啊，刘太岁说我要这女婿的，要这主来，主赛说个是不肯的，新男性不肯，新美女啊新当，站内府里来申请啊。那么刘太岁是没好，正定答应了，当然走亲嘛，到刘家来走亲啊。申请之余啊，原来刘太岁一些细子嘛，当然背个好子来走上面。原来当八户嘛，哈你们夫妻也喝得不得了，哈日子一年，当然是得不近着呢，去靠为让着了。不晓得靠为让嘛，当然啊也得中第一名是为女了，有人害理着，与刚硬有个人姓徐，对面个警察时间，你也是去靠为让嘛，介绍你个老人是用他不说嘛。对面为牛，但是不当八户得中嘛，你再运动是丢百人。介绍说当八户这个为牛啊，出人死了，马得来个冤枉当八户。原来介绍当人不利到海大，竟以为做得起嘛，叫你呢抓出来上夹棍来当八户吃些做口头个。什么物这么介绍拿当人驱逐出境，夹他里那个为牛啊，高牛为打里呢不留了，拿你驱逐出境。原来吕才用了手举得上小心嘛，猛性的一气呀，一让大兵做主赛提高些，已经不利周于来不是吕才用。当因原来一走来嘛，忽然又么介绍吕才用就死了。一死之罪嘛，当因伤退一生的苦痛，功名富贵，吃那个众人的口头呀，我孤僻走噻。所以实讲了当八户么里呀，不想走过。为高些西门我水好，做了水3年，你预备不太高主张，那么身上的老夫子就入罪，半月在秋里呢。秋里上呢，你为有一个内肉也要求我里不认水的，那么当然说我要自个放一个，这个了放到此地来做动儿，你是无事不公了。恭喜了公园里面你就想着啥？还有一个金色上色，打曲项帮一帮队的，打曲项帮队上人工么得也不少。这个那里有个这一辈子己啊得确认，花高浪下一大路个沟来。在透出着了，这几呢？吕备迎风一人，本地之后在花园里啊，石林重重，有一种亭子在分看见些。高些个瓶子当然就是事业在透出的啊，这个一扎是落梅的，一看嘛不是上头一块壁叫土城戏，当然叫啥事实若看见这个土城戏呀，我说得嘞，哎，为什么叫土城戏呀？后不给他退出息呀，给了退出息，我可以退得出够，谁莫人个一不退来，
再还给你吐吹息，我估计吹么这个估计吹响在，当把好打吹响内帮头，啥都起机吹响加上看日本小开来立春别看的，立哦眼睛闭闭，立冬也别看，估计立春，吹机啊，春分啊别看的。估计吹风，哎呀，吹机啊！估计中吹，哎呀，吹机啊！你估计个吹总会开心。再追过来一看，个面相对浪向红的啦，啥事体呀？既那天主可见红日后。但是比浪向即水内金儿鱼，深水底，一看个金金啊，在那到4个地浪，那了皮浪要在地浪来的牛热，市面上来的浪，金鱼啊身高的也没松，还一比。他比法门浪，他比那内鬼门美女阴鬼门，他比规律那个写条。浪天马看到忽悠里来，今朝吹响是回来呀，房天上叫牛热白白塌塌，油炉火上气子了，弄啥里还想一拍样？后四个路向花起去，一个两帮比两把杀身。背起你来看，梦的对，肌肉大美，灵一看嘛，两帮比两把杀身，给大家说谁是个美事啊？独独一个球。啊，当中一扎瓶子来的，这扎也不是老美的。当把虎过来打到个扎瓶子里一口嘛，哎，好吃的。我屋里想抓布当，这扎布当呢，样样色色那是侪是不一样的。高些扎老美的样样色色，侪是梅花色的呀。树枝浪向一根一根靠外面些梅花。芒珠才是油里向评销出来的梅花芒珠啊，各种苍狼在可些梅花梅子的擂鼓，81切个么子，这啥侪是梅花色的，当中嘛一张国旗啊梅花色的，这啥两旁边有2个门里，到西方门里这个，两面是个当坡树当中摆个梅花，行个作业梅花啊。当然是家那老梅林里踱来踱去，高头还一只梅林呐，在温了啊！哎呦，那路到里上小声人家，你这样吹响。还是吹响的，那时候不是门这么有成功的。